我哋學一個 geometry 嘅一個計 angle 嗰啲 intensive。咁呢 part 裏邊咧，咁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咩咧？當你學呢啲定理嗰陣時，你一定要記住我所講嘅兩句嘢就係咩咧？就係、第一個裏邊就同自己講，問清楚自己究竟有乜嘢條件，最終出嚟會有乜嘢結果。咁啊，只要你搞清楚乜嘢係條件，乜嘢係結果，其實所有定理都係咁噶啦。無論你由中一去中六都係。OK， 如果你記唔清楚條件，隨便用啲結果，一陣就會一塌糊塗噶啦。OK， 後半部一陣同你做example嗰時，你就明白講乜噶啦。咁咧，第一個裏邊我哋要同你學嘅就係咩啊？我哋要做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直線上的輪廓。咁啊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記住要識得背簡寫。咁究竟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嘅意思係乜嘢咧？佢意思就話啦，睇清楚啦，就話條件見到，如果 AOB 係直線，呢咪叫條件咯。if 嘅意思係指條件，有條件就會有咩啊？有結果啦。有咩結果 ？A 加 B 會180度，就係講緊你望住下邊幅圖，就係講緊呢兩個呢條線，咁啊呢條線裏邊係一條直線，喺直線裏邊咧，我哋就咩啊？有個咩啊？隔一個直線裏邊夾埋一齊咩啊？係180度噶嘛，係咪？就係無論你將佢切開幾多個角度，呢度夾埋一齊都會係180度。呢個就係直線上嘅輪廓講緊一樣嘢。咁啊，其實就你不嬲應該都學識咗呢個定律一樣嘢，只不過依家就將佢變成一個定理俾你啫。OK， 仲有第二個名你識嘅，我哋叫做 supplementary angles。OK， 我哋中文叫補角。OK， 個意思係咩咧？就係講緊有兩個 angle 加埋一齊係180度嘅，我哋就為之佢哋叫做互補嘅意思，係嘛？A 加 B 180度，我哋就話 A 同 B 係叫補角啦。OK， supplementary angle 啦。呢個名嚟啫，你記下個名。好，第二個定理要你識嘅就係咩咧？呢個裏邊亦都係就你平時你學 introduction to geometry嗰陣時啦，幾何認識嗰陣時都學過呢個名㗎啦。呢個裏邊就係咩咧？就話我哋如果有一點。有一點，咁啊，我哋唔好講一點啦，直情講一點，跟住之後有個圓圈包住佢。咁呢一點裏邊，呢個圓圈係咩啊？一個圓圈咪360度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將佢斬開做好多個角，我唔知幾多個，隨便你斬。總之你斬開咗幾多個角都好，我哋會全部加埋一齊，係會咩？係會係360度。咁所以我哋睇清楚究竟條件係咩？有呢個幅圖嚟㗎，係咪？條件係指，總之佢哋啲 angle 裏邊會對住同一個 point， 咁啊，我哋只係對住同一個 point， 呢叫同一個 point。當你對住同一個 point 拉出嚟嘅角度，氹跨一個圈，夾埋一齊就係一個圓圈，一個圓圈就係360度。所以你記住個條件就係咩啊？大家對住同一個 point 先喎。係咪？跟住之後斬晒成個圓圈啊！係要整個圓圈，我哋夾埋一齊就係360度。佢個中文名叫同頂角。OK， 同一個頂嘅意思。OK，angle 是 a point。我比較中意英文，你寫法簡單啲啊。呢第二個，OK， 我哋會將頭三個學晒佢，跟住之後先一次過講。因為通常啲學生比較容易混亂頭三個。嗱，第三個裏邊咧，亦都唔難記嘅，我覺得你記住，基本上第三個定理係要有兩條直線。兩條直線記住打交叉，係嘛？兩條直線打個交叉落去，記住一定要直線啊！題目冇講直線係唔用得㗎。兩條直線打交叉，我哋會出到4個角度㗎喎，係咪？嗰4個角度裏邊就喺呢度啊，望住 M 同埋 M 呢兩個角度係會相等㗎。跟住 X 同埋 Y 都會相等㗎。咁佢個定理名就係咩啊？叫做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s， 簡寫嚟㗎，有一點喺度㗎。中文就叫做對頂角，對住個頂。OK， 所以呢條要記住係一定要兩條線打交叉，明唔明？俾個叉去就即刻有對頂角啦。所以呢個條件係咩啊？係兩條 straight line， 係嘛？一定要兩條 straight line 打交叉 ，intersecting 就係指咩啊？相交點。係咪？兩條直線有相交啦，就有交叉咯，係咪？有交叉就有對頂角。好，講多無謂，我哋一實戰一次。我啱啱嗰3個，咁你就知道講乜㗎啦。你放心，今年淨係學7個定理，再加3個證明。
就算你學校唔使你證明都好，我都會教埋你證明㗎啦。因為你唔識證明係唔得嘅。我去中二、中三其實你根本都咩學唔識啊，所以你最緊要聽我講，學晒佢，唔難學嘅。好，第一個裏面，使話圖形裏面 POS 係直線，我可以即刻咩？即刻攞熒光筆將 POS 油咗顏色佢。最緊要將呢條線油咗顏色佢，因為佢話呢條係直線，咁即係代表咩意思？即係代表 QOT 不是直線。同自己講打個交叉落去先，即係 QOT 佢冇講到啊嘛，冇講到即係咩啊？唔係直線。嗱，你千祈唔好用。通常啲學生真係見到，哎呀佢好似好直線喎，咁咪點啊？咁咪計數啦，咁你就死得好慘啦，明唔明？就係因為佢本身就唔係，你就當佢係。題目畫到好似啫，唔代表係噶嘛，明唔明？所以記住冇講唔係。好，我哋而家做直線見到，直線上我哋有咩啊？直線上有輪角啊嘛，係咪？咁就係咩啊 ？POS 嗰個 3x 加4度，再加90度。嗱，記住呢個90度嚟㗎，佢俾咗你㗎，呢個好明90度啦。第三個係咩？就係 4x 加0度，唔係加2度，咁就等於180度。呢個定理係咩咧？嗱，雖然呢個做 MC 我都寫咗俾你，因為當自己長題冇咁做啊，你做練習咁啫嘛。我哋叫做 adjacent adjacent angles 呢個點啊 ？angles on straight line。OK， 其實佢好易記嘅咋。adjacent 嘅意思係咩啊？就係輪角啊嘛，係咪 ？adjacent angle 要輪角啊嘛。on straight line 就喺條直線上嘅輪角咯，佢照譯㗎啦。不過英文好處就咩？可以寫簡寫，中文我覺得就比較麻煩啲啊！你自己寫中文啦。跟住之後就咩啊？計咗佢啦。我哋通常點咩啊？將 x 嗰啲攬埋一齊先，呢個7x 加翻90加4加2，咁就變咗做96啦，度啦，等於180度。將96調過去減，96調過去減，所以變7x 等於咩？84度。所以將個7除過去，兩邊除7，所以 x 就等於12度。基本上。中學開始同小學嘅分別就係咩啊？中學好多解方程，你唔識解方程死硬，所以你一定要咩啊？將我解方程嘅 intensive 同埋 regular，唔該你讀清楚同埋咩啊？同埋操清楚佢。x 咧14度之後，你記住啊，考試最就記嘅，通常名校同唔名校分別就係咩咧？就係名校好中意陰人，同埋咩啊？好中意叫你做好多步，你一做咗咁耐都未做完，因為題目唔係叫你 x。咁啊，因為我一條數係教晒你好多嘢㗎啦，所以啲人未做完㗎。佢問你咩？問你 POT 係嘛 ？POT 係邊個？呢度呢個角。咁呢個角裏邊，因為你見唔見到 POS 係咩啊 ？POS 係直線嚟㗎嘛。咁你用直線上一輪角咪得咯？或者話我唔中意喎，我中意用對頂角得唔得？得。見唔見到所有角都係對住個 O 字，但係好複雜咗，寫多咗好多步驟。冇必要，所以我哋要咩啊？用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嘅咪去 angle 嗱，好似我咁寫啊 angle POT 學習啊點表達 angle POT 再加翻 4x 減10度嗱 x 12度嚟㗎，你可以寫翻4乘12度減翻10度。嗱，記住所有角度係必須要寫翻個度數嘅單位落去啊，計數唔準 skip 晒所有度數唔得啊，等於180度。呢個都係一樣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， 直線上輪角，跟住之後好快減佢啦。我哋呢個48減10即係38啦，係咪？所以 angle POT 第38度，所以就180度減38度，將佢調過減啊，呢個38度嚟㗎，調過減，所以我哋嘅 angle POT 就係142度啦。其實呢個 MC 嚟講都算長㗎啦。如果你平時做數做得太慢嘅情況下，就真係計唔晒份卷㗎啦。明唔明？越係名校嘅題目就越長，冇乜特別咋。步驟嚟講真係多啲，142度。C 最緊要你逐步去拆解佢。好，第二條嗱，第二條裏邊咧就係真係想教你對頂角嘅，所以俾咗3條直線俾你 AD。唔係你中意可以油顏色，因為呢個全部直線，所以我唔油啦。因為佢3條都係。BE 同 CF 都係直線，咁呢3條直線裏邊咧對住同一點嘅就係啦。咁咧我哋盡量想少啲步驟啊。咁啊當然你亂咁做都做得到嘅，因為太簡單啦，3條直線啊嘛，係咪？好，我哋目標求 x，咁要求 x 裏邊，我哋集中力就望住呢個 FOC 嘅直線先。
當然你唔可以唔用呢條都得㗎，好多個方法做到 FOC 嘅直線。咁呢條直線嘅情況下就咩啊？我哋先用對頂角先，呢兩個，呢個同埋呢個 angle AOB。學識我點寫角度啊？中間嗰個係 O， 呢個角度係 O 啊嘛，係咪？就將個 O 寫喺中間，跟住俾 A 同 B 夾住，再加等於72度。呢個我哋就係我哋嘅定理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。OK， 對頂角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。呢個係72度，寫到啦，72度我寫翻低落去，跟住就咩啊？我哋有條直線 FOC 啊嘛，唔使講啦，題目講咗你就唔使特登去咁沉氣去寫噶啦。咁我哋就將 x 加翻72度，加翻63度，等於180度。你記住，一定要同自己講清楚，就係咩咧？邊度有直線，你先可以用 adjacent angle 同 straight line 直線上輪廓。邊度有兩條直線打交叉，你先有對頂角。嗱，冇兩條直線打交叉，你係唔可以用對頂角㗎，唔好亂咁用，望清楚直線。所以呢個我哋叫咩啊？叫做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 直線上的輪廓。咁你就計到 x 等於180度，減翻72加63，即係135度。咁 x 咧就等於45度啦。有條簡單嘅三條，希望你領悟到。好，第三條第三條咧，其實咧真係比較複雜啦，好花係咪？咁你記住，最緊要啲咩啊？望清楚題目俾咗啲咩條件先。題目裏邊咧係俾咗兩條直線，我哋依家要游咗佢先。第一個裏邊我特登用熒光筆油嘅 highlighter，AOD 係直線 ，AOD 直線，我依家游佢先。你都應該有顏色先，因為太難睇啦。如果唔係就 AOD 第一條，第二條裏面就係 GOC。做呢條 MC 嘅方式，你一定要記住，就係我哋會將所有我已知嘅 mark 落幅圖。一陣我發覺到，一陣佢問我1、2、3邊個啱邊個錯。我發覺到我寫晒我所有已知嘅嘢，而已知嘅嘢裏邊呢度係冇講到，咁即係代表咩咧？嗰啲我哋叫做無從判斷。無從判斷嚟講咧，就代表我哋叫做錯誤的。但係無從判斷咧係最慘嘅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就係你無從判斷，可能係就係咩咧？係代表你唔識，唔係代表佢無從判斷。呢樣嘢先痛苦，係嘛？咁呢啲題型通常係咩？係 DSE 度考嘅，但係只不過就係依家啲老師就癲晒咁滯㗎啦，覺得哎呀呢個你中一都學得識喎，咁就咩啊？擺喺中一度考你 ，OK？ 走火入魔㗎啦，接近，所以啲學生係好辛苦嘅。但係你記住我所講嘅，總之就我一陣將所有知道嘅嘢寫落去，跟住之後咩啊？唔知嗰啲就算數，或者睇一睇究竟佢嘅例子乜嘢。我哋而家做好冇？嗱，兩條直線。第一個兩條直線打交叉，紫色同綠色，紫色同綠色，咁係咪即係代表 A 定 C？ 呢個比較容易睇，就係呢個啱咗。記住對頂角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 係有兩個嘅，所以第二條紫色同綠色係90度加 B， 冇理由唔用埋嘅，寫埋先。第二個係呢個紫色加綠色，見唔見到？呢個係咩？呢度嗱，呢度有個 D 加 E， 再加個問號，我俾個問號佢先，因為呢個角度係問號嚟㗎。你記住呢個問號係冇辦法決定究竟佢係幾多度，佢應該冇資料可以決定到，就算要決定到都寫啲好複雜嘅嘢，係嘛？咁唔緊要，佢一定要幫我判斷到啲而家。佢問我 D 加 E 會唔會等於90度？咁我又推論一次俾你聽啦喎 ，D 加 E 會唔會90度？取決於一個問題就係呢個問號會唔會等於 B？ 呢個嘢有冇見到？呢嚿我用
藍色。呢一嚿同呢一嚿，如果呢嚿係等於 B， 如果呢嚿等於 B， 我問好你㗎，我唔知㗎，得嘛 ？B 加 D 加 E 呢三個角度加埋係會等於90度加 B。如果呢個叫 B， 咁約走個 B， 咁就咩啊？咁就代表 D 加 E 真係90度。呢個係你假設性嘅問題啫，啱唔啱？你問題你證唔證明到佢係 B 啊？你證明唔到㗎嘛，係咪？證明唔到嗰啲叫咩？叫做無從判斷，明唔明？你唔可以假設佢係就係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個根本就係呃人，錯嘅。第三個，明唔明？唔得就唔得，你唔可以當佢得。所以呢個嘢有難度。通常係咩啊？考 DSE 學生㗎，佢讀到中六咁應該要識得判斷㗎啦，明唔明？不過你如果你識，即係代表你好叻㗎啦。好在第二個裏面，佢問我 A 加 B 係咪90度？咁我睇邊條？我會睇紫色線。點樣睇紫色線呢？條紫色線裏面係 A 加90度，再加 B 係180度。A 加90度，再加 B 係180度。呢個係咩啊？呢個係直線上的輪廓啊嘛 ，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係咪？咁所以就咩啊？就係代表 A 加 B 將個90度調過去，真係90度喎。所以呢個就啱咗啦。所以答案就係1同2。不過你判斷到3錯咗，你已經揀到答案㗎啦。答案就係 A。OK， 難度有啲難度啊。好，第四。嗱，第四裏邊咧，呢條亦都係最多學生做錯嘢，係粗心大意，得嘛？咁啊點粗心大意法咧？就係咩啊？題目裏邊佢話根據圖就叫你求 x， 根據圖求佢求 x， 佢有冇同我講過 POR 直線 ？POR 冇講係直線，你可唔可以用直線上的輪廓？嗱，呢條唔係一個好深奧嘅題目啊，只不過啲學生真係粗心大意咋，就錯咗㗎啦。係咩啊？佢冇講過，咪即係等於唔係咯？如果係，唔該講明，唔好叫我估，啱嘛？咁跟住之後，你唔係直線唔緊要㗎，你有4個角啊嘛，你望我有 angles at point 啊嘛，對頂角咪得咯，係咪？同埋如果你睇埋 B part， 你更加明白我做乜。B part 就問緊你 POQ， 呢個叫 POQ， 呢個叫做 ROQ， 佢問緊我。呢兩個角度是否補角 supplementary angle？ 問我係咪補角，其實即係問緊我加埋是否180度。你諗下，人哋原來 B part 有問你係咪直角嚟，唔係問你係咪直線嚟㗎？問我係咪補角，其實即係問緊我係咪直線咯。所以人哋出題目裏面都係有跟住你去做㗎，只不過你唔睇 B 就亂咁做，做完 A 之後咧睇完個 B 就大鑊啦，死啦！原來我做錯嘢。成條數1分都冇，4分就咁送咗俾人啦。所以望清楚題目冇講嘅，唔係。好，我哋而家做啦。A 分析題目好緊要啊！你記住唔好成日以為你做得快、做得晒就以為好高分。中學年代唔再係小學㗎啦。好，第一個我哋用114度，再加3x， 再加4x， 再加106度，等於360度。係嘛？呢個我哋叫做 angles at a point。跟住就咩啊？將呢個3x 加 4x 就 7x， 再加翻114加120，所以就應該變咗唔係106，所以就220，即係130度。將佢調過去，所以就 7x 等於140度 ，x 等於20度。有啲學校可以用計數機，有啲學校唔得啊。咁所以我係建議中一唔用計數機嘅，盡量多啲計數心算。我以前就逼自己心算但考試一定會有得用，一定用啦，係咪？考試要快啲啊嘛，但係平時要運算多啲。通常我會用計數機同埋咩，同埋心算幫自己互補不足唔好淨係識得用計數機。咁最終就係咩 ？x 等於20度 ，A 做完啦。B part 我哋要點寫？嗱，讀中一嘅課程同讀小學課程好唔同。中一講求步驟同埋你嘅 step by step 嘅 concept， 所以唔好淨係集中力諗下個答案係乜嘢嚟，咁你永世都學唔到中學嘅數㗎啦，學唔高分嘅咁樣
你記住我所講嘅。B 裏邊就係咩咧？我哋會將佢問我係咪補角，咪假設咯 ，angle POQ 再加翻 angle ROQ。我要呢兩個角度啫。佢問我係嘛 ？POQ、ROQ 呢兩個咪咩啊？咪就係114度加3x 咯。所以 A part 就直接用114加3x 等於180度嗰啲人咧，就 A part 錯咗。跟住 B part 就係咩啊？再將呢兩角相加係等於180度，好正常啊。因為你當咗180度嚟計啊嘛，咁啊計到咩啊？係180度喎。所以你兩 part A part B part 都錯埋㗎啦。所以你記住啊，唔啱㗎呢個，因為你望清楚呢個114度加翻3乘20度啊嘛 ，x 係咁，所以等於60度加呢個174度。咁我哋點表達俾你聽啊？記住我哋要咁寫嘅，我哋寫不等於180度。咁總之佢唔係等於180度，我哋就話俾你知啦。所以 angle POQ 及 angle ROQ。POQ 同 AOQ 係咩啊？不是補角就中㗎啦。not supplementary angle。OK， 佢哋唔係補角嚟㗎，係嘛？唔係 supplementary angle 嚟嘅，所以呢個裏邊 no。好，繼續。同你講完4個example，咁我又教多個新定義。放心啦，佢累積落去㗎。一陣後半部仲有好多追新 angle、straight line 啊、vertical opposite angle 啊、angle 4 point 啊嗰啲嘢，全部要混合埋一齊用㗎啦。我哋學多第4個定理先。第4個定理都唔難學嘅，好多學校 A part 咩啊？一早就已經學完，有啲嘢咩啊？小6暑假都學埋。因為原因就係咩啊？總之三角形入邊嘅內角加埋會180度。係嘛？咁呢個裏邊咧，連條件啲人都費事諗咁滯。係嘛？我哋嘅條件就係咩啊？佢係三角形咯，呢咪叫條件咯。係嘛？如果條件係三角形，咁我哋就話俾你知啦。呢3個角度加埋就會係180度啦。咁記得記定理名啊！我哋叫做 angle sum of triangle 三角形內角和。OK， 中文係可以寫埋呢個三角形啊。OK， 批准你寫呢三角形。好，我哋諗埋呢一個，我哋又點樣做咧？嗱，做三角形裏邊咧，通常我講俾你聽個經驗就係咩啊？啲好多學生搞唔掂一樣嘢就係咩啊？記住望三角形，你唔好淨係集中思考你想要嘅三角形。我哋睇嘢要全面啲。點樣睇嘢可以全面啲？當我望到呢個三角形，我題目我費事睇先。咁啊，呢個好處呢條題目好啲就係咩啊？將所有嘅資料擺晒喺圖形俾你。嗰日佢一開始我話俾咗好多個直線俾你，咁呢度使俾油顏色？唔使啦，全部都係直線嚟嘅，有冇油啫？咁你咪跟住望一次咯 ，POS 啊，都咁啊，佢講所有嘢都係直線嚟，根本就係咁我哋就油顏色啦，得一條或者兩條嗰啲就有一油顏色。睇呢個我哋要望一樣嘢。嗱，我好中意小學生成日都問你呢個圖形有幾多個三角形？明唔明？所以你應該集中力就咩啊？數一數佢有幾多三角形。順便咩？我哋做解方程只能夠有一個未知數，只能夠有一個未知數。所以如果我見到嗰個三角形得一個未知數，咁我哋就會攞嚟用。如果你發覺嗰個三角形好多未知數，2個或以上啦好多意思，咁就咩啊？就唔用得㗎啦，唔用得就咩啊 ？hold 住先。咁啊點啊？睇住呢度裏面第一個三角形個咩啊？你咪睇大啲咯 ，PSR。你見唔見到 PSR 呢個三角形有 A 有 B 有 B？ 我點計啊？又有 A 又有 B， 即係我計唔到啦。唔緊要，佢都係三角形嚟㗎嘛，你應該要諗嘅。好，第二個三角形睇邊個？第二個三角形你可以睇細啲，叫做 POQ。POQ 係點啊？有啊 B， 喂嗰兩個都冇角度嘅，咁即係咩啊？睇嚟等於白睇，唔緊要，你都要睇。第三個睇邊個？第三個睇呢個 TOS。TOS 又點啊？有28度，另外嗰兩個又冇。冇灰心，睇3個啫，仲有最尾嗰個係咩啊？最尾嗰個就真係做到啦，我跟翻擺最後啫。TQR， 咁 TQR 裏邊係咪有28度、有107度同埋咩啊？同埋 B 嗰個角度。
咁即係呢個裏邊可以俾你做到咩？俾你做到個 B 角咯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咪先諗一諗個 B 角點計咯 ，TQR 嗰度係咪？佢就揾 A 同 B 嘅數值喎。好啦，我哋睇，我哋通常講 in 三角形 TQR。嗱，我做熟咗我就唔寫嘅。不過一開始我建議你寫一寫，因為有啲人真係咩啊，真係乜鬼都睇唔到嘅，淨係望住，哎呀，總之就係咩啊，不斷睇啲做唔到嘅三角形，而做到嘅三角形就睇唔到，人人都係咁啊，唔係得你。所以你就咩啊？總之4個都睇晒，咁就肯定冇死㗎啦。我哋而家就睇咗3個，咁我哋做咩？第一個28度加107度，再加 B 等於180度，呢個就係 angle sum of triangle 三角形內角和。135度調去 B 係180度減135度，所以 B 咧就俾你45度啦。好，我計到 B 啦。頭先你有印象，我同你數咗4個三角形，而4個三角形裏面最尾個三角形就計到 B 啦。第一個三角形有 AB 然後 BBA 係嘛？咁就咩啊？喺 PSR 嘅三角形裏邊係可以計到 A 嘅。咁我哋就用埋嗰三角形就計 A 啦。in 三角形 PRS 咁就係 B 加 B 再加 A 就會等於180度。呢個就係三角形內角和啦。angle sum of triangle B 係45度啊，所以45度加45度再加 A 等於180度。咁我哋就計到個 B 45度即係90度啊，調過去咁，所以 A 係等於180度減90度即係90度啦。好，咁通常我會將答案裏面打兩次，等個考官望翻就係咩啊？答案喺呢度啦，你幫我睇睇有冇錯啦。OK， 習慣嚟㗎，純粹會搞兩次。好，到 B 嗱 B part 裏邊咧，你望清楚呢 part 裏面好多人都係答錯嘅，原因就係咩咧？佢真係唔睇嘢嘅。呢個裏邊，因為阿 B 同阿 B 係兩個相等嘅，如果兩個角相等嗰啲，我哋叫底角啊嘛，係咪？我哋叫咩啊？呢個我哋等腰三角形。不過你望清楚題目，佢就話啦，我哋係根據個內角嘅 size， 根據內角嘅 size 裏邊嘅意思係咩啊？根據佢角度嘅大小啊，嗰啲乜嘢嚟表達佢嘅角度 ？OK， 我哋用角度嚟表達角度嗰啲咧，唔係表達三角形嗰啲咧，有3種㗎咋。咁喺 Introduction to Geometry 學咗㗎，一種我哋叫做 acute angle triangle 銳角三角形，第二個我哋叫直角三角形 wide angle triangle 第三個我哋叫做 obtuse angle triangle 鈍角三角形。銳角、直角、鈍角，所以人哋問緊你角度，唔係問緊你邊。邊嘅三角形有咩啊？有不等邊三角形，即係不規則三角形。第二個叫等腰三角形，係呢個係等腰三角形。不過你寫等腰三角形就死硬，因為佢唔可以俾你用長度表達嘛。第三種我哋叫等邊三角形 ，OK？ 等腰三角形我哋叫做 isosceles triangle， 等邊三角形我哋叫 equilateral triangle。你要知道名得嘛？咁咧呢個係唔寫得嘅，我哋淨係可以寫咩啊？直角三角形 right angle triangle， 直角三角形中文就咁寫直角得啦。我哋三角形PRS is right angle triangle。OK， 我哋叫直角三角形，佢講明用角㗎，表達其他錯係錯誤冇分㗎。好，再繼續嚟。第六條裏邊咧，題目裏邊有講 BCD 係直線 ，BCD 我哋游咗時識俾睇 BCD 直線，跟住即係代表咩意思？代表 ACE 唔知係咪直線？我唔知㗎，唔好當係直線。如果你直接將 Y 加80度等於180度，我恭喜你，你1分都冇，因為其實 B part 你望埋就知啦。B part 叫你決定判斷 ACE 是否直線，人哋 B part 都問你係咪直線啦，係咪？你 A part 就用咗佢，咁你知咩啊？又係本末倒置，明唔明？明明人哋就叫你證明，你就咩啊？當人哋係，明唔明？點解你平時考試唔高分，我係容易錯？望清楚題目唔係靠估㗎。好 A
點樣先計到我哋想要嘅 x 同 y？ 我哋呢度有三個我教你睇先。第一個係咩？第一個係 ABC 計唔到㗎啦，因為有 x 同 y。第二個三角形我哋叫做 A dot C，A dot C 裏邊係可以計呢個嘅。有人話我計呢個得唔得？可以嘅，你可以計咗 A dot C 計呢個角先，因為呢兩個有啊嘛。計完呢個角再同 y 加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， 直線上一輪角計埋 y， 呢個都得，可以批准你，得嘛？咁咧第三個就係咩啊？最大嗰三角形 ABD 會計到 x 㗎，27度加 x 加60度加38度，我哋用 in 三角形 ABD 27度加 x 加60度加38度等於180度 angle sum of triangle 三角形內角和 x 加翻60 98就係125度，即係180度，所以 x 等於55度，將180度減125度，咁即係55度。計到 x 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另一個三角形 in 三角形 ABC， 三個 ABC 係咩啊？就係將 x 55度加27度加 y 等於180度 ，angle sum of triangle， 所以就計到 y 啦。呢個係82度 ，y 加82度等於180度，180度減82度就咩啊？減翻80就係100，再減2就係98啦。所以 y 就98度啦。好 A part 做完啦 ，B part 就咩啊？肯定問你啦，頭先問你啦 ，ACE 是否直線 ？ACE 係咪直線 ？ACE 係咪直線？睇乜嘢？睇翻 y 加80度係唔係180度？如果 y 加80度係180度，就代表 yes； 如果 y 加180度不等於180度就 no。就係 B， 就係 y 加80度就等於180度。黐線，問你係唔係啊？唔好意思啊。OK， 係咪我哋要分開寫？咁啊，教你表達先。我哋叫 angle ACB， 差啲中招啊！加翻 angle ECB， 呢兩個加埋係等於 y 即係98度，再加80度，係等於178度。記住，我哋就算係定唔係都要扮唔知係唔係㗎，得嘛？所以你要好似我咁樣寫一步驟先，證明題最煩㗎啦。你表達得唔好係唔俾分㗎，不等於180度。所以 ACE is not a straight line， 不是直線。ACE 不是直線 is not a straight line。佢唔係一個直線嚟㗎。好，寫乜全寫啊？因為證明係費事咩啊？費事偷雞。好，做差唔多㗎啦。我哋再同你做多少隻example，我哋就完我哋嘅第一部分。你記住我點樣學呢一課學得精啲啊！好，為咗你第7條。後邊嗰啲會難啲哦，第7條都唔難嘅，第7條都係同頭先嗰啲差唔多啫，純粹就係教你點做 B 嗰啲嘢啊。A part 裏面佢都係叫你計 x 同 y， 根據我頭先經驗我哋講過啦，都係第一步就係咩啊？我哋要揾三個呢個三 pair 三個人啦 ，ABD、BCD 同埋 ACD。咁所以我哋第一步用咩啊？用 BCD， 三個形 BCD 呢個三個形裏邊係60度加70度加 x。等於180度，三角形內角和 angle sum of triangle。咁就咩啊？50加60加8加70係180啊，所以 x 係等於180度減130度。呢個130度嚟㗎，調佢減，所以 x 就等於50度啦。5、6、7係18。5加6加7等於18，跟住咧計 y 就咩啊？將成個大嘅三角形做 ，OK， 所以其實細個 ABD 唔用嘅，我用 ACD，
in 三角形 ACD。ACD 個三角形嚟㗎，俾佢劈開咗啫，你唔好睇唔到。45度加翻60度 ，x 係50度，再加翻個 y 等於180度，一樣 angle sum 寫定理名啦，一定要話triangle 幾沉氣都要寫。咁你就計到個110、155 y 加155度等於180度，即係將155度調過啦 ，y 就等於25度啦。好，有咗 x 同 y 啦 ，B part 佢問你咩咧？佢問你是否perpendicular 指垂直，佢問你 A dot 是否垂直 C dot， 即係 AD 係咪同 CD 垂直啊？呢個裏邊係咪垂直？其實只係問緊我 A dot C 係咪90度咯？如果 A dot C 係90度，咪係咯；A dot C 唔係90度，咪唔係咯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你只需要計一計 A dot C 係幾度就得。B angle A dot C 係等於 x 加個 y 啊嘛，係咪 ？x 頭先我哋計到50度 ，y 我哋計到25度，咁加埋好明顯唔係90度啦，係咪？75度啫嘛，咁即係75度不等於90度。OK， 如果你計到90度，你就話 yes； 計到唔係90度就話 no。所以呢個邊係咩啊？所以 AD is not perpendicular。記住 perpendicular 垂直啊 ，to CD， 佢哋唔垂直啊。好，我哋做多2條變態啲嘅題目俾你。呢條我覺得係難嘅，好多 DSE 學生都未必解決到。咁啊，但係我覺得係正嘅。不過好肯定係咩啊？中一學生正常應該唔識，但係好多名校照考，所以我要教你點去處理。唔好擔心，最緊要你記住我所講嘅。不過學埋中二嘅 formula，我哋叫做公式主項變換，你會容易接受啲。但係冇辦法啦，你名校嚟㗎嘛，係咪？咁你就學呢啲。咁你記住呢一就快唔係名校都要學㗎啦，所以你要諗定究竟點樣應付佢。你聽住我所教得㗎啦。你所有嘅嘢你係識㗎，爭在就係中一學生未有咁高能力去做呢樣嘢啫。但係如果你發覺你做得到喎，咁就咩？咁就代表你超出咗中一超出咗中一嘅能力，咁啊你就超勁啦。例如第一個 A、B， 我幫你油好顏色先啦。A、B、C 係直線。第二條 A、D、E 係直線，因為佢要講明啊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其實係有啲嘢唔做得㗎。好啦，跟住之後佢一問你以下邊個係正確？頭先我都同你做過類似一條，但係頭先嗰條係淺啲啲，呢條好深。咁我哋要點去做呢樣嘢咧？我哋而家目標，我同呢啲數學生都係咁講啦，就係我哋目標將所有我要嘅 B、C、D、E 穿埋一齊變成一條線式。呢個係你應該要諗嘅嘢，同埋你要做嘅嘢。總之，你一定要將 B、C、D、E 寫成一條線式。咁而要將 B、C、D、E 寫條線式，好多步驟，要寫3條公式，我哋先做得到。我一逐步做一次俾你。第一個裏邊，我哋話俾你知 ，in 三角形 ACE 喺三角形 ACE 裏邊，我哋要將呢個 angle， 將個 CAE 用 C 同 E 去表達，咁啊，即係用人哋嘅未知數嚟表達我。呢個難度就係中二嘅難度，如果你識得用人哋嘅未知數嚟表達我咧，咁就掂啦。咁呢個就係咩啊？對於你嚟講冇難度。你睇住注意喎，喺三角形 ACE， 咁係咪即係代表 angle CAE 加翻 C 再加 E 就會等於180度？頭先你都係咁做㗎，只不過頭先你做開嗰啲係咩？係數字，我依家做緊嗰啲係代數，所以你代數好，其實你好多 part 你都會好。如果你代數唔好，其實你好多數學都會讀得唔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加強你代數。呢3個裏面加埋係等於180度，呢個叫做 angle sum of triangle 三角形內角和。
唔緊要嘅，我目標係計 A， 目標係計 CAE， 咁所以我就寫 angle CAE 等於180度減 C 再減 E。再嚟第二個，我就會計呢個角，所以綠色嗰條線直角好緊要，綠色嗰條線直角好緊要，就係咩？就係 A boy dot angle A boy dot 加翻 B 係等於180度，呢個我哋叫做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， 直線上的輪廓。呢兩個加埋會等於180度。雖然大家都係唔知㗎啦，計唔到㗎啦，咁唔緊要。我係希望可以用 ABD in term of B， 呢啲我哋叫做 in term of B。中文我哋叫做咩啊？以 B 表示角 ABD， 咁啊以 boy 表達個 ABD。呢個係中二嘅上學期要學識嘅一課嚟嘅，唔緊要，你一試一試睇下明唔明啦。盡量慢慢接受佢，寫下就得㗎啦。中二學生一開始學我都覺得唔識㗎，寫下就 OK， 係嘛？所以其實你係事先超學年，我哋要好寫咗呢兩個之後，我哋有兩個嘢有啦。我一掹翻圖俾睇，你要加清楚發生咩事。呢個係180度減翻 B， 呢一個係180度減 C 減 E。咁對於 ABD 呢個三角形嚟講，係咪就係將呢三個角度加埋，咪180度咯？啱唔啱？所以我哋一加次嘅話，我呢度拆咗佢兩模，因為頭先呢個太左定啦。寫完之後，我啲唔要兩模 in 三角形 ABD 180度減 C 減 E， 再加180度減 B。再加 D 等於180度。記住啊，三角形裏邊三個角加埋係180度啊！呢個我哋叫做 angle sum of triangle。好，你嚟到呢一度其實已經過咗三關㗎啦。仲有最尾一關就係咩啊？你要將呢啲代數做化減。將啲代數做化減就係咩啊？將數字擺埋一齊，未知數擺喺另一邊。咁啊點樣化減法咧？首先我哋呢個裏邊180加180即係360。嗱，符號跟後邊㗎係180加180等於360。咁其他嗰啲嘢咩啊？照寫得啦。減 B 嗱，將英文字母 B 調前啦。減 C 減 E 再加 D 就等於180度。但係我唔希望有負數，同埋其實睇翻答案你都知就咩啊？我哋會將咩啊？將個 BCE 調過去加，BCE 調過去加，咁所以就係360度加 D 係會等於180度加 B。加 C 再加 E， 其實最後就係一定要根據 MC 嚟砌啦。兩邊減180度，所以呢個變180度加 D 就係 B 加 C 加 E。我終於成功將 BCDE 寫成一條我哋要嘅算式啦。好啦，咁啊睇翻答案，你就發覺佢喺邊度？係答案喺 A。呢條真係有難度啊！我唔知。俾啲高中學生做，有幾多個做啱啊？可能你咩啊？得6-7成做啱都唔出奇啊！因為要寫好多步。如果啲人表達得唔好，或者計錯數又會錯，太多嘢啦。但係練下你嘅代數就會超級強㗎啦。OK，幫我搞掂佢。好，搞埋最尾一條，我哋就完我哋嘅第一部分，就係學咗4個定理。記住4個定理 ：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直線上嘅輪廓加埋180度。第二個 angle is a point 係咩啊？加埋360度。OK， 同頂角。第三個我哋叫對頂角，兩條線打交叉。第四個係咩？三角形內角和。後半部會繼續用啊，唔會唔用啊。我哋會用到高中你都會用噶啦。呢啲定理係累積落去。好，第九條佢話喺圖形裏邊，我哋咧就俾咗啲角度你83度 y， 賣圖俾你噶啦 ，y 減2度，2y 加5度。最終目標佢就係想你計個 y 地幾多呢條 MC。咁當然話我唔識喎，咁撞咗佢咯。係嘛？咁又咩啊？我哋嘅都唔係教你撞咗佢啦，係咪先？咁呢條裏邊咧，其實咧都係一樣，有啲超出咗你嘅考試範疇，就係同頭先第8條係相類似。我哋係需要做乜嘢？我哋係需要將某啲嘢用 y 表示。喺呢個裏邊，我哋牽涉咗3個三角形。
兩個咪先，兩個三角形。咁兩個三角形裏面第一個三角形係咩啊 ？ABD。咁 ABD 嘅三角形係要呢個角度㗎，但係我唔知係幾多，第二個三角形我哋叫做 ACE， 我都唔知呢個角度係幾多。咁喺兩個三角形都唔知呢個角度係幾多情況下，咁我哋希望就係咩啊？就係用 Y 嚟表示 BAD。所以呢個就咩啊？又係中二嘅課程。你可以就咩啊？可以我哋叫做主項變換啦，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公式 formula 嗰課會用得着啦。Y 表示個 BAD。第二個就係咩啊？其實你可以將呢個切做 X。我哋中二亦都會學聯立方程，兩條式，兩個未知數，係咪？所以啲人成日都話名校啲嘅卷好難，其實根本就係超前教育，係咪啊？將中二嘅學歷掉落中一度，咁啊感覺上咩啊？難咗咯。不過你記住都破解到嘅，我哋做一次俾你睇。In 三角形 ABD， 三角形 ABD 裏邊就係咩啊？就係 angle BAD 加翻 Y 再加83度，會等於180度。Angle sum of triangle， 三角形內角和。我哋目標係用 BAD。用 Y 表示，所以就 angle BAD 就係180度減83度，再減 Y， 所以 angle BAD 咧就係97度減 Y。OK， 計到97度減 Y 之後咩啊？我哋翻落圖度，你會清楚我乜㗎啦？呢度係93度，97度。減 Y， 計到97度減 Y 之後就咩啊？我哋就用翻 ACE 呢個三角形 ，ACE 嘅三角形叫咩啊？三角形內角和咪得。而三角形 ACE， 三角形 ACE 裏邊就係第一個角係97度減 Y， 再加 2Y 加5度，再加 Y 減2度。等於180度，所以根本上就係咩啊？複雜在上面嗰度，就係你要識得用未知數 Y 嚟表達你嘅角度，呢個叫做 angle sum of triangle。97度加呢個減2，其實即係100度，因為102減2啊嘛，係咪？減 Y 加 2Y 加 Y， 其實即係加 2Y， 等於180度，所以就係 2Y 等於180度減1個度，即係80度啦。所以 Y 就係40度啦。所以本身看似好似好複雜，但係你如果識得將一個未知數 in term of 另一個未知數，呢個亦都係我哋比較高級啲嘅數學嘅方式嚟㗎。明唔明？好多時我哋做唔到或者唔知道係乜嘢嚟，我哋要識得用代數 x 或者其他嘅未知數去表達佢先，之後再諗下點拆解佢。如果你識得呢個技巧，其實即係代表你唔單止係中一嘅程度咁簡單，中二都唔止，因為未來所有嘅技巧都係應該要識得咁，所以你好好去領悟佢、領略佢，係嘛？只要你將我 intensive 嘅讀得精要佢，好明白佢發生咩事，咁你數學一定係超級勁。